講到流浪狗甲流浪貓仔，雖然是真古錐，不過嘛造成袂少問題。有民眾佇咧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提案，要求都要修法，全面禁止飼野外的物種。19衛福部回應講，照傳染病防治法是袂使全面禁止的，要是呼籲民眾以莫接觸、莫甲飼為原則。不過有民間團體就講，農業部有咧推動責任飼養，所以要求政府這防疫政策要一致接着。台灣流浪貓狗造成的問題真多，但不是有駕駛野生動物的代志，也是甲人類發生衝突，甚至造成公共衛生的問題。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有民眾提案要求政府修法，全面禁止飼野外物種。19衛福部回應講，愛是傳染病媒介，也是有傳染疑慮的動物才會進行範圍防疫。若是照傳染病防治法，袂當全面禁止。不過民團質疑這無下風險管理的原則。這一次衛福部有另外一個提到的一個做法是說，他會去強調這個衛教措施是不要接觸、不要獵捕、不要飼養野生動物，但是一方面卻可以放任，就是民眾去餵食這個遊蕩犬貓，然後造成這個犬貓去跟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，那這樣的邏輯顯然不是很完整的。兵團嘛指出，目前小狗病疫區已經拖過大安溪到苗栗，在咧苗栗已經累積30幾個案例，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。雖然衛福部呼籲民眾莫接觸、莫飼野生動物，不過兵團指出，農業部所有公費補助在推行責任飼養，法政要管理有在飼的民眾，這個衛福部的原則是相違背的。會造成不只是遊蕩動物的群聚，它也可能會造成野生動物來吃這些食物，增加接觸的機會，那就會增加這個疫病的風險。所以以這個防疫的角度來說，我們認為不應該造成這個人為群聚的狀況，那我們就應該要去管控這樣子的行為。兵團提出訴求，希望衛福部應當禁止民眾飼流浪貓狗。農業部在小狗病疫區嘛，應當確實依獨流浪貓狗收容甲注意疫定策略，嘛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就要一致。農業部表示，後續佇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會有正式的回應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